镜头转来到国内来看新北地检署有一个姓颜的检察官，伊的办案方式引起争议。过去就捌传出无正当的新闻，逼人认罪歹代，所以伊伫做校保检察官无法度升官。最近伊的校保成绩第2届审查原来无及格、无通过，上海可能会解除职务。笑甲真鄙视，伊是新北地检署姓颜的检察官，做真侪年校保的检察官，2年前送成绩审查无通过，即马第2摆送审，阁互新北地检署拍转来，做落来可能要面对解职。目前我们把案件就送出去了，就是认为他综合成绩审查未达标准，所以送人事审议委员会审理。这个检察官过去办案的方式就捌遮争议，以任命被告讲白贼，以不正的新闻逼认罪，佮乌白骂律师，互顶界法院来罚钱，2摆承认拢调伫遐。其实书类的审查拢合格，偏偏综合成绩的审查对办案品质、敬业精神、品德操守和学习能力，写指标拢无到70分，无合格。书类还有成绩的送审，它其实会发挥一定的考核跟考核功能。那我们更要去思考的是，这个检察官在检察署那么久，被他办案办到人民所造成的痛苦，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更早的解决？除了用相关审查淘汰无适任的司法官，民间司改会嘛建议讲，顶级的监督机制搁强化，尽早发现问题。这摆检察官的人事审议委员会15嘛要开会复议，只要维持地检署的决议，则和法务部核定了后，2摆校保无过，伊嘛会变作史上第1个防行政改革的司法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